我哋嚟睇下呢個降落有幾難啊！馬鞍山大北風，首先我哋要做個大耳朵去對抗急速上升嘅氣流，因為下降速度太快，我哋要盡快恢復飛行。因為同預定降落位置仲有一定距離，散速唔夠，我哋要踩住加速器。到咗預定位置鬆加速器，雙手剎車，準備 top land 姿勢。突然再遇到強氣流，舉高雙手準備俯仰控制，左手隨即做一個搖擺控制。再做好雙剎車準備降落嘅時候，左邊突然間又抽高，再要做一個搖擺控制、俯仰控制，穩定住個傘嘅搖擺。左邊傘低空接翼，左手大力剎車增加傘壓，趁住強風喘息嘅機會，做一個類似梯級風嘅應變。着陸前1秒全剎車，避免硬着陸。我太難了。